泡泡龙是一种严重罕见的皮肤水泡的遗传疾病，因为皮肤中欠缺第7型的胶原纤维，只要轻轻的摩擦，就可能会形成水泡甲空喙。对此，生态病院皮肤科的医师王德华甲李玉云教授，伫咧观察到泡泡龙的病人头鬃，相对皮肤来讲是完好的，因此利用植发手术来改善泡泡龙真歹好的空喙。泡泡龙有分很多种型，那对严重型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胶原纤维，第7型的胶原纤维，它是在皮肤的表皮跟真皮中间的一个蛋白，就是让我们皮肤可以连在一起。那它缺乏这个，所以它的皮肤就很脆弱，轻轻碰一下，它的皮肤就松开，就像水泡，就有伤口。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我们是因为观察到这位病人很特别的地方。而他身上那么多的伤口，但是头发看起来很健康，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头发里面是不是有比较健康的这个皮肤的干细胞，所以才会想说，那就从他的头发种到伤口上面，是不是都可以治疗好他的伤口？我们植发就像说，像这个男生的雄性秃，那我们就会把从他的后面的脑袋的头发种到这个秃头的地方，因为头发里面就有干细胞，所以它就会在新的地方再重新生长。那我们这个原理都是一模一样的。医师表示，利用治疗雄性秃的植发手术，靠着头鬃的毛囊干细胞来改善病人慢性空喙，无需要经过实验室的体外处理。以患者李女士现身的讲法，伊平均每9个月就做一间植发的手术，每间会整60到200支的头鬃。到目前总共整了360支，手术后的空喙嘛大约减少85%，和原本逐天爱开4点钟来换药啊，已经大幅度减价1点钟。希望未来生态病院团队这项的手术方法会用来帮助更较侪泡泡龙的患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